是恒久，梦到了你已無別求，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，千秋過後仍長存不老，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幕後，知道的愛盡結於刺穿的手，當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，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。这个地方是在新竹县尖子乡义兴村104号，是在民国77年。我来这里，刚好大哥是牧师，安息日的牧师，这里是牧师馆。76年的以后，也就是今年的94年，我来造访，整个感觉已经面目全非。但是对大哥的怀念还是在这个里面。刚下车的感觉，我感觉心好痛，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回忆。大哥在我心里面就像这个房子一样，屹立不摇的在这里。看到这个地方，我想念我最爱的大哥。站在这里，想起当年他对我的爱，他对我的呵护，对我的照顾，我真的是很怀念。尤其这个地方，一个石头，一个草原，一个房子，布满了所有对大哥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这里，从来没有想过说还会再度坚持乡这个地方。真的，大哥，一定是你在引导我来到这里，来看见你曾经这么样的爱我们，这么样的呵护我们。虽然面目全非，可是对你的爱一直没有改变。大哥，我来到这里，我相信你在我们的左右。我带着一份想念的心来这里参观，来这里看看，原来那曾经何时，那曾经在这边的人事物已经完完全全的已经改变。看吧，这些都是已经没有相当那一年来的时候的感觉。921大地震 ，OK。自从我遇见你，我就爱上你，只可惜你不了解我，我是多么的爱你，盼望有一天你能了解，我为你爱你永远，只可惜你不了解我，我是多么的爱你。下个